第一個測試就係餐廳用語測試。默丸腩肉凍撚死豬傷。大家知唔知我用淡仔話講緊咩食物啊？係啦，冇錯就係默丸腩肉凍檸水同埋竹笙。咁第二個測試呢，就係考下對香港一啲地方嘅別名，啲藝人嘅別名。G2000又叫朱漁村啦，金鐘嘅 Pacific Place 又可以叫一艘飛翔。蔡少芬喺大陸登台時可以叫叉沙芬。咁樣黃敏德就點講都得啦，因為咩都係黃敏德。但係黃敏德呢，就唔可以出現喺金鐘嘅 Pacific Place，因為呢，高收飛就唔可以講係黃敏德。第三個測試呢，考台語，香港天文台語，心水清嘅人就知道。除咗黃黃黑雨之外呢，仲有暗語。暗語就係你返工出咗門口，差唔多到公司先會掛黑雨。如果連台語都聽得明嘅人呢，一定係香港通，並且知道要返工。咁啊，以前呢，同唔同國籍嘅通婚係唔合乎道德嘅，而家呢，變咗通婚通食都得。老婆唔喺度就揸車去九龍塘偷食日本廠，通食先至係香港嘅飲食文化。多謝。